嘗試下每一日咧俾自己時間，例如做5分鐘嘅冥想或者靜心。如果你唔習慣嘅話咧，你可以試下俾自己去靜落嚟去做，例如幾分鐘嘅純粹呼吸嘅練習。咁每一日咧去觀察下你自己嘅情緒變化，你就會發現咧，當你咧重複去做幾日嘅時候咧，你會感覺到你內心咧會特別嘅平靜嘅。第二啦，就係將自己想完成嘅目標咧分成好細部分啊 ，step by step 細步咁樣去完成。咁你就唔使咧成日諗一個好大嘅工作啦，或者將佢咧變成一個好大嘅壓力啦，壓住咗你。咁第三啦，就係咧經常每一日啦都去讚自己一件好小嘅事就得啦。例如啦，可能今日你完成咗某一樣嘢，或者今日你準時咗返工喎，咁你都嘗試去讚下自己，唔好忽略咧呢一個小小嘅動作，佢可以幫你咧建立返你內在啦穩定同埋肯定自己嘅呢份力量。